台湾詹新凯伫总结孙相当欢乐，除了演秀和3把种猪肉有毒的食品安全把关，嘛关心毒品禁令防远的严重性。根据资料指出，食毒平均年龄层已经降到12岁，而且高达2、3成拢是伫校园食毒，所以议员强烈质疑毒品防治成效，而且新型毒品用各种的包装用入咱日常食品当中，要求市府加强校园宣导防治。这2年来啦16岁以下食毒的数据一直在提升这就表示着讲咱吸毒的年龄层越来越下降，包括咱的国小的学童平均12.5岁有2成3个人接触到毒品，包括食毒是校园内去接触到民众呢对政府的防治毒品的成效不满意度嘛高达60%是像你也想啦。咱这个国家继续这个物件咧危害落啦人大家拢知迄个教育的重要性咱的囡仔是咱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咧嘛是咱以后咱大家拢有子子孙孙咧，所以呢，咱要哪来防范这个校园毒品？台南市咱国小的这个。所谓接近毒品，我们大概有一些必要的一个筛检，到目前为止实际上是零检出啊。那国中的部分呢，有一些当然是在学校以外，所以我们也常常提醒学校说，所以咱学校拢有定期咧验药，也是咱大概3个步骤啦，第一就是先宣传嘛，先导。所以以你头讲的新兴毒品开始足多所以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新兴毒品，那事实上它的样貌很多，所以我们也买了那个新兴毒品的那些道具。那入班宣导的时候，给他们当做教具来用。会中议员嘛进一步以学生的接触毒品的原因，甲市府探讨，其中高达5成5以上都是因为受到打击。另外，家庭无温暖、甲好奇等等，拢一定的比例，要求市府重视。对此，市府嘛强调，目前透过有必要的验料，避免被不良少年引诱，减少中毒学生等等，拢积极的做。议员强调，千万唔通让毒品进入校园，危害后一代，相信拢是家长关心的焦点。但新闻郭文吉、林英庚采访报道。